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2，阿摩司书5章14节安尼讲：着追求好，毋通追求歹，恁才会活。安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会照恁所讲的，甲恁同在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着追求好，毋通追求歹，才会活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同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！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是良善的源头。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阮的心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愿你的平安充满阮的心，愿你的稳定引带阮的脚步。行伫你的旨意，主啊！世间济济因由，要迷惑阮，有时阮也照家己的意思来行。主啊！求你怜悯阮，赦免阮的过犯。更新阮的灵，互阮专心找求你的旨意。主啊，因为你爱阮，就追求好，毋通追求歹，才会活。安尼，上主。你会照阮所讲的，甲阮同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